2023年9月，黃大仙站因為黑雨而出現嚴重水浸，喺嗰個月9號重新開放，但係好多設施都受損，包括月台幕門、部分電梯同閘機都未能夠使用。雖然重開車站能夠方便乘客，但係同一時間都要盡快令車站嘅設施修復好，所以當時港鐵喺尾班車後就加緊進行維修工作。多謝你睇到最後，我哋都好珍惜你哋嘅留言，歡迎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我哋係 Rail Tutor。